员呐，哎，来点菜来那，3箱啤酒，1份汤饭。活动没有了，知不知道啊？没有咋的？不差你钱儿，消费去了，卖完苞米了。哎呦，上，怎么了？快点！卖干去。老板，哟，喝完了，买单。一共是450。来，找你50。嗯。哎呦我的妈！还挣50。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。